又我本身錄咗幾分鐘。後邊嗰個都出嚟啊！我重新錄過，唔好 keep 住錄啊，手都攰啊！我现在在看花车。看花车呀！小心，另外一隊都出嚟啦。後面睇得㗎，落翻嚟啊！呢個咪叫我巴黎咩啊？我黃人乜乜。係啊，次次都有一架花車嘅繼續。係啊，睇電視或者去嗰個觀賞台接住嘅，接住好多架花車。係啊，去到邊度表演都一陣喺度，去到邊度都會表演一陣，表演一陣啊每度。好的。哇！我花車嚟啦，應該呢個賽馬會喎，賽馬會花車嚟啦，喺一齊。我從賽馬會係啊，個整咗唔到位轉喎，係咪？我買會花車，我花車。坐對嘅，嗰邊。我賽馬，我花車，賽馬會花車。两位先生，请你下来，不好意思啊，下来，不好意思，喂，市民两位下来，落嚟啊，落嚟啊！你嗰邊？先生，下來，請你下來。哇！下來，你聽唔聽啊？我呢個要錄。我賽馬會花車，哇閃燈喎！閃啊燈！哇個花車閃燈喎！我開啦，終於個花車。哦，原來佢嚟嗰。賽馬會。哇！冇絲冇龍啊！哇！冇絲冇龍呢種點解以為？攞嚟。
落翻嚟，所有人都下來，謝謝。全部下去，這邊不能站了。哇！又嚟，我太嚟完之後就菜晚唔知哇！呢個係咩紅十字？印度啊！印度乜婦女梅？印度婦女唔知咩梅？花車咧？我出現兩身。我枕住嚟。晒啲花車冇咩睇咯。係喎，枕住嚟就啱啦。係有啲表演。係有啲表演再又係啊，咁樣先開心啊！我等緊麥當勞花車啊嘛。我枕住有啲表演，有啲花車嘛。枕住有啲表演，有啲花車嘛，都幾好嘅。冇咁悶嘛，咁樣唔使真嘅。哦，呢個係花車定係咩？哦，西班牙唔知咩啊？但反光睇唔清楚，琉璃咩？流金乜反光啊！個流金奇幻。係啊。係啊，保存反光啊！嗰度對住人咧反光睇跟唔清嘅，都睇得清楚嘅，但係嗰度光線太。而家啊8:49咯，8點幾咯？8:48、49度咯。廿幾隻花車唔整得。係啊，花車又嚟啦！係咁啊，咁我哋都冇花車，冇花車嘅。睇下先，睇到係咯，都冇花車嘅。嚟啦，麥當勞嚟啦！哇，麥當勞嚟啦！一個麥當勞即刻嚟啦！捕捉全程捕捉麥當勞啊！一個麥當勞即刻出現喎！全程捕捉麥當勞搞嗰個抽遊戲啊嘛！或者全程捕捉佢就會有人取佢問啊！麥當勞花車嚟啦！哇！麥當勞花車嚟啊！一講真一清，麥當勞花車嚟啦！全程捕捉麥當勞有嗰個遊戲玩啊嘛，捕捉到佢啫。哇！麥當勞花車嚟了，俾啲民安嚟坐陣。